殿下。齐将军，给金庸城的消息可曾发出？已经发出。李将军，所有的撤走可曾安排好？都已经准备好，只要殿下冲出阵去，所有的士兵就会分批撤出。殿下给的钱粮够这辈子吃喝了。等到最后一批人离开军营，进入山林，我等立即点燃大营，向殿下报信。殿下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等跟随殿下这么多年，怎么会离开？我等誓死追随殿下，誓死追随殿下，誓死追随殿下。请起。我高长恭一世英名，有你们这些好兄弟，我知足了。各位兄弟，高长恭对不起你们，你们无儿无女，无父无母，就跟着孤为后营的将士杀入敌阵，拖延时间。我高长恭来世再报答你们。让我等跟随殿下征战沙场。征战沙场。军令在此，违令者斩。遵令。战！战！
你的身体才刚刚好，还是让碧香来帮你吧。没事，只是帮帮忙罢了。好吧，你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。我扶你。你的身子啊还很虚弱，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吴晨公子来的刚刚好，娘娘的身子好像还是很虚弱。啊。你说我一个好好的世外高人，如今倒成了某人的专用御医了。多亏你了，若不是你，我只怕要死在齐国了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而是当今皇上。他御驾亲征，我送了他那颗保命丸，没想到他却给你吃了。哼，现在想想我还心疼呢。你知道，我身为朱雀卫护法，那可是我们朱雀一族的保命仙丹呢。传承至今就只剩下1颗了，我给了他，他却给了你。虽然同样是草药，可用在妙无烟的手里就是毒药，在你的手里就是保命丸。谁也想不到，平时一声不响的朱雀护法，竟然是杏林高手。何止是高手，武成公子除了医术高明，还心地善良，长得帅，举止飘逸。怪不得皇上把你指派在丫头身边伺候，果然口齿伶俐，心思敏捷。不过呀，别想瞒我，肯定是你们家老楚又哪里不舒服了吧？武成公子心眼好，就是嘴巴讨厌。老楚，不，楚总管可是堂堂的皇宫侍卫总管，怎么就成我家的了？哦，哎呀，我去煎药了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碧香她怎么了？皇上，我看这碧香与老楚的婚事，您还是早些办了吧。那是自然。我刚刚去寝宫找你，没想到你在这里，身子好些了。皇上的心中果然就只有丫头啊。无尘，皇上放心吧，丫头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虽然现在还有些虚弱，但我想再过1、2个月，自可行动如常。还是要感谢无尘日夜操劳，救了青锁的性命。在下先告退了。还是觉得身子很乏。好多了。对了，找我什么事啊？给你看样东西。玉红。你知道这马的名字？嗯。那正好，我知道你喜欢马，这是宝马良驹，我觉得你骑此马相得益彰。只可惜这马只产在齐国，我已派人悄悄去齐国，等找到这种马就弄些回来，你我就可以骑马打猎了。亏你想得出来，这马可不是别的地方能有的，它只产在齐国北方的一个小小山谷里。这你都知道？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啊？因为小的时候在齐国做质子，总想偷一匹马回到大周，那里刚好有人在养马，所以。来，吃吧。来。偷马！敢偷我马！哎呦！哼！
你，偷马贼！你干嘛总想偷我的马？哼，野丫头，打我吧！打你，打你就不来偷马了？打我也来。你为什么总想偷我的马？我想回家。给你吧。给我的。不要拉倒。要。你真的需要一匹马吗？我想回家。他们打你啊！他们不光打我，还会杀了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不信就算了。等等。这匹马给你，它叫玉红，你答应我好好照顾它。给，你还要不要？不要我就不给你了。要。就是那匹马，把我带回了大周，带回了长安城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偷马贼呀？难道你就是那个小野丫头？谁是野丫头啊？当年我是在无忧谷养马。青锁，这一切，老天爷早已注定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要离开我的身边了。青锁，谢谢你回到我的身边，谢谢。我该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竭尽全力去救我，只怕这时候我已经在黄泉路上了。你哪儿都不许去，只许在我的身边。我哪里都不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只是在想，四哥哥把青鸾镜给了你，他回去该怎么对付那些官兵呢？你不必担心兰陵王，他可是齐国的战神，就算没有青鸾镜，他也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这怀抱还像当初一样温暖，可为什么我的心里竟然会这么难过呢？洛云，洛云煮了参汤，给你和夫人送了过来。嘘，不要吵醒母亲，她已经很久没睡得这么安稳了。
替我谢谢诸位大臣。若不是他们，我也不会活到今日，你也不会逃脱最同我谋逆的罪名。朝中诸位大臣现在还在力保。不必了。从折断离殇剑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想过要活着。没有小莲，我此生无所恋。长公，你把青鸾镜交出来吧。只要你把青鸾镜交出来，就能保你性命。长公，落云，能帮我梳梳头吗？好，陆云帮殿下梳头。你对我的情，我不是看不见，只不过在我的心里，只能容下小莲一个人。现在，她在我身边留下的，就只有这个。我把它送给你。接旨吧！皇上旨一下，兰陵郡王高长恭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。念及同为皇族，特赐毒酒一杯赐死，以敬校友，钦此。你们带我去哪儿？带我去哪儿？长公，长公，长公！
573年5月，兰陵王高长恭喝下北齐后主高纬赐下的毒酒身亡，时年32岁。你个疯婆子！你以为可以在皇宫里待一辈子，还不快滚！我儿子长恭在里边，我儿子长恭在里边。这里没有你的儿子，皇上放了你便是万幸，快滚！我儿子，快点滚！儿子，长恭，儿子，长恭，长恭，儿子。你还真是喜欢花。原来在大司空府里这样，现在在皇宫里还这样。你不喜欢吗？喜欢。青锁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知怎么这里忽然很疼。是不是旧疾复发？没事。真的。参见皇上。何事？
娘娘，娘娘近来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伤势还没有完全好，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。兴许是皇宫太闷了。这样吧，奴婢给娘娘梳一个漂亮的发饰，等一会儿皇上来了，娘娘让皇上带娘娘四处走走，心情好啦，脸色自然就好啦。参见娘娘。什么事啊？有人将这个盒子送到宫中，说是给娘娘的。是谁送来的？侍卫说是一位姑娘，说是娘娘的一位故人，叫风儿。风儿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说娘娘看到这个东西就明白了。风儿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已经走了。娘娘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小莲姑娘，一别数月，知你安好，落云心里稍加安慰。长公曾说，没有小莲，生无可恋，因此军前弃剑，未赴皇宫。皇上日夜审问，长公不肯交出青鸾镜，得以谋逆之罪，无力回天。长公念念不忘小莲姑娘，将乌石戒指视为珍宝。临终前，将戒指交托洛云。洛云乃罪人，不配保管戒指，特命风儿潜入周国，完璧归赵。洛云是与长公共生死，小莲姑娘之情，来世再报。此刻可都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我。
负着四哥哥的死，幸福的待在你身边。青锁，青锁！来人！参见皇上。娘娘呢？啊，皇上恕罪，奴婢醒来的时候就没见过娘娘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快去找娘娘！娘娘！娘娘！青锁！暗化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，青锁！青锁！青锁！你离去背影徒青锁！的天下，青锁！成伤，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。已暗化的泪是我在尽头等待，你的轮廓触痛了哀伤。可惜交错的目光，望断了天涯，唤醒了梦里的时光。你需要回家了。母亲给你做了好吃的，快回来吃吧。这一世让思念无相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，你给我做好吃的，好做好吃的，我喜欢吃好吃的。率军突袭，灭掉北齐，统一了周齐。又是一年花开花落，朕派人四处寻找，都没有你的消息。青锁，你到底在哪里？青锁，朕永远都不会忘了你，都不会忘了你我之间的相识、相知、相依。
据《周书》记载，公元578年，宇文邕灭掉齐国之后，亲率大军讨伐突厥，途中病逝。不过，也有人说，宇文邕在出征途中遇到了一个长相清秀、带着一个疯癫妇人的年轻女子，便借病脱身，追随那女子而去。